咁又到咗啦體壇記憶嘅環節啦，咁同大家回顧翻啦1995年啦所舉行嘅男女子甲組排球銀牌賽，咁當年嘅比賽啦，仲安排喺舊塔石球場度舉行㗎。咁賽事相當激烈㗎，有唔少球隊都有冠軍上。除咗傳統勁旅紅藍凌風之外啦，咁仲有當年擁有唔少集訓隊成員嘅龍苑，一齊同大家回顧翻比賽嘅情況啦。同大家睇翻1995年嘅男女子甲組銀牌賽。咪見到呢一場呢係屬於男子 A 組嘅賽事啊，由藍白衫嘅龍苑啦對住清風，咁屬於雙方喺呢一屆銀牌賽嘅第二場比賽。兩隊第一場嘅成績啱啱好相反㗎，龍苑啦就以3-0局數擊敗 B1，而清風就以相同嘅比分輸俾凌風。龍苑都被視為今屆奪標大熱門㗎，陣中有唔少澳門集訓隊嘅成員。咁今場較順利嘅情況下，第一局先贏15-7。第二局清風嘅攻擊力加強咗，加上龍苑失誤較多啊，令清風好快就要14-5領先。原本清風攞多一分都贏到呢一局㗎啦，但龍苑之後連攞9分啊，雙方賽到刁時，咁終於清風係以16-14險勝，將局數攀成1-1。但清風隨後體能下降，未能夠乘勝追擊㗎。之後嘅兩局，龍苑連贏15-5同埋15-10，以大分3-1擊敗清風，咁兩戰全勝。另一場背向鏡頭嘅 B1 啦，就對住6-3嘅凌風。凌風之前擊敗咗清風同埋慶昌，係呢一組嘅出線大熱門嚟㗎。論實力，凌風係較為睇高一線。第一局佢哋輕鬆贏15-7，第二局 B1 急起直追，但關鍵球處理都係唔及對手啊。結果呢局輸12-15。凌風之後再下一城，贏到局15-3，直落3局擊敗 B1，三戰全勝啊。至於龍苑嘅另一場就以局數3-1擊敗慶昌，戰績同凌風一樣，都係三戰全勝啊。兩隊啦需要角逐一個出線席位。之後同大家睇下呢場嘅賽事啦。藍白衫嘅龍苑啊對住凌風，喺戰績相同下啦，雙方都背水一戰，因為只有一隊啦可以入到去決賽啫。論過往嘅戰績嚟講，凌風稍為好一啲㗎。分組賽3場比賽只係失咗一局。咁至於龍苑就輸咗2局。雖然整體實力龍苑都係比較佔優啊，但係第一局啦都係俾凌風先拔頭籌。第一局凌風係先贏15-10，但係佢哋未能夠保持優勢啊。喺之後嘅時間被龍苑連贏3局啊，比分係15-10、15-2同埋15-12。結果龍苑以局數3-1贏出，以4戰全勝成績攞到 A 組嘅首名，成為當年第一支打入決賽嘅隊伍。另一場藍衫嘅慶昌對清風係屬於例行公事嘅比賽，兩隊都冇緣出線㗎啦。結果慶昌以15-5、14-16、17-15、9-15同埋15-11局數3-2險勝清風，喺 A 組攞到第3名。至於 B 組方面啦，睇下白衫嘅龍苑焦點對紅藍，兩隊實力接近㗎，要打足5局先至可以分高低啊。喺第一局雙方曾經賽成3平㗎。之後兩隊都互有攻守，但龍苑焦點稍為領先啊。結果以15-12先下一城。落後嘅紅藍喺之後一局回勇，特別係網前嘅重扣啊，令對手難以抵擋㗎。結果紅藍以15-5攀平局數。第3局初段紅藍更一度領先4-3，但係戰意頑強嘅龍苑焦點一連串攻勢啦，打到對手泄晒氣，連攞12分㗎。結果呢一局龍苑焦點反勝15-4。第4局係屬於今場最激烈嘅一局，曾經多次賽成平手啊，一直打到去刁時，結果紅藍險勝16-14，將局數追成2-2啊。雙方呢打就決勝嘅第5局啊。呢一局啦，紅藍可以講係佔盡上風㗎，一直壓住就係對手嚟打，可以講啦冇乜受到太大威脅啊。結果啦佢哋就贏15-6㗎，最終啦以局分3-2贏出。贏埋呢局之後呢，佢哋同千使一樣都係兩戰全勝啊，兩隊要爭一個出線名額。至於女子組複賽啊，由紅白衫嘅藍白子風對凌風。凌風呢就上一場比賽以3-2嘅局數啦險勝紅藍㗎。所以今場只要贏埋藍白子風啦，就可以順利贏到今屆銀牌賽冠軍㗎啦。但係唔可以睇小就係藍白子風啊，佢哋就係上屆呢項賽事嘅冠軍嚟㗎。喺陣容方面基本冇太大嘅變動啊，希望以原班底啦再嘗冠軍之美。比賽開始啦，凌風首先領前㗎，好快贏到4-2。
藍白子峰係奪標大熱門，咁但係咧初段發球有啲嘅唔集中啊，有唔少失誤。不過穩定咗之後啦，藍白子峰成功追和之外，更加係反超前，最終以15-7先下一城。嚟到第二局，藍白子峰失誤就較多，令凌峰有機會領先。凌峰喺呢一局都表現得唔錯，結果佢哋以相同比數15-7追花局。不過藍白子峰喺技術上都係較為優勝，最終佢哋以15-6同埋15-5贏多兩局，局數3-1贏出，粉碎凌峰奪冠嘅美夢。藍白子峰喺下一場擊敗紅藍就能夠蟬聯冠軍啦。